会跟我老公离婚的。我们俩只是一时错误，喝醉了酒，你忘记行不行？曝光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你要我们一起身败名裂吗？你简直疯了！啊！给条过了啊！大家吃饭吧。好，先饭饭。好的。还可以啊，今天辛苦导演。嗨，怎么样啊？这戏演的带感吗？哎呀，还行吧，就是男主没有我老公帅，没什么太大的代入感。代入感？你演个出轨的戏还要代入感？你敢不敢跟你老公这么说啊？不敢。哎呀，他可好玩了。定下来这个戏的时候，他不是还没去基地吗？他就抽了个时间把我剧本全部看了个遍。于老师有没有提什么意见？他意见可多了。他说：“哎，晶晶，你们不是分体验派、方法派和表现派吗？你属于哪一派？”还整得挺专业。哎，但说起来，这于老师出差有好几个月了吧？真是时间够长的。哎呀，你们这些航天家属也是不容易啊。还好啦，反正他在基地，我就安安心心拍戏。这个戏差不多也杀青了。如果于老师还不从基地回来的话，你要不要再接一个戏？哎，我看了一个剧本，还不错，你看看。那数也不熟练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我几岁了？真的可以回答吗？你说吧。你30。行了，打住，3开头就可以了，其他的细节都不重要。我的问题是，我30多岁结婚5年了，你为什么还给我看这种女大学生的剧本啊？不是，就是开头几集是，后面就进职场了。职场那也才20多岁呀，而且这种职场的剧我以前都拍过，没什么挑战性，就不能给我接点有什么挑战的角色，比如说科研人员之类的。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呀？你一点都不像科研人员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老公打住！我知道你老公现在是航天系统最年轻的总设计师，这件事情你不用逮着机会就吹。但是这跟你像不像科研工作者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不说话也没有用。你觉得有投资人会找你演吗？啊，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是有人找你演，那也是屈服于你的人气，那剧本肯定不靠谱啊。都结婚这么久了，怎么一点都没染上于老师科研人员的气质？